如果你有留意我之前嘅預測，應該記得我提過全球流動性將會迎來一場大洗牌。結果呢，啱啱過去嘅呢個交易日，美股就上演咗一場令所有人目瞪口呆嘅極端大背離。一邊呢係美國紐約6月份製造業指數由5月份嘅19.6急劇墜落到得返5.7，遠遠低於市場預期嘅13.7，連5月份工業生產按月增速都放緩到得返0.1%。老實講，呢啲實體經濟數據擺在眼前，擺明就係亮起咗黃燈危險信號。但係神奇嘅地方嚟啦，華爾街班大鱷非但冇恐慌，道瓊工業指數早盤反而狂飆超過700點，收盤仲創下咗歷史新高。更誇張嘅係上個星期五啱啱掛牌上市嘅 SpaceX 喺上市短短2天之內，累積漲幅竟然超越43%，總市值好似火箭咁直接撕扯住2.5萬億美元嘅關口，盤後交易甚至一度突破220美元，逼近3.0萬億美元。咁呢種實體經濟數據疲弱，但係資本市場就全面噴射嘅極端背離，就係我哋今日要深度拆解嘅核心謎題。好多人睇住原油價格暴跌就喺度舉杯慶祝，覺得聯儲局本周嘅加息壓力已經煙消雲散。但係我個人嘅觀察話俾我聽，事情絕對冇咁簡單。對沖基金傳奇卡拉曼喺主流視線之外發出警告，佢認為市場而家純粹係為咗迎合所謂嘅新時代思維，對遙遠嘅未來做出過度樂觀嘅假設。呢個已經呈現出非常明顯嘅泡沫特質。呢一種群體性嘅狂熱同埋冷酷嘅現實之間，隱藏住資金大洗牌嘅因果盲點，亦都係我哋需要非常警惕嘅地方。進入分析正題之前，照舊要同大家講，本節目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分享，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投資前記得要獨立思考。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深度市場分析啦。呢場狂歡嘅底層條件，本質上係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日價嘅驟降，以及通脹預期被市場重新定價。最直接嘅火藥引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喺7大工業國集團峰會上面表示，已經正式簽署咗同伊朗停戰諒解備忘錄嘅電子版，確認霍爾木茲海峽將會喺本周五完全開放。美軍嘅海上封鎖亦都全面解除，呢個極具衝擊力嘅短期價格觸發點，直接俾咗原油多頭致命一擊。紐約期油應聲暴跌4.87%，跌到去每桶80.75美元。布蘭特期油亦都跌到去83.17美元。油價呢一種直線下滑，瞬間瓦解咗市場對結構性通脹嘅恐懼。摩根士丹利策略師威爾遜指出，呢個穩定嘅中東解決方案，促使美債市場迅速解除咗對聯儲局嘅加息預期。10年期美債殖利率應聲下降6.12個基點，跌到去4.42厘。而對息口極為敏感嘅2年期美債殖利率，更係大挫6.7個基點，跌到去4.01厘。債息咁樣跌法，自然就釋放咗股票市場嘅估值壓力。雖然實體經濟擴張喺度放緩，但係全球資本市場而家正處於一個極度亢奮嘅窗口期。根據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截至2026年6月11號嘅最新統計數據，今年以嚟全球企業透過股權、公司債同埋銀行貸款募集嘅資金，竟然高達4.7萬億美元，比2021年疫情之後嘅融資狂潮仲要多出5000億美元。呢啲源源不斷嘅水正被源源不斷地注入 AI 同埋太空基建嘅無底洞入面。講到呢度，我哋必須要深度剖析一個市場嘅異常現象，即係 SpaceX 嗰個令人窒息嘅估值。目前傳統嘅懷疑論者死釘住歷史數據，好憤怒咁譴責，話 SpaceX 目前嘅市值已經徹底超越咗全球前10大航太同埋國防企業嘅市值總和，即係包括波音、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10間巨頭加埋嘅1.65萬億美元。佢哋覺得呢個係完全不理性嘅泡沫。不過我個人嘅做法同睇法就完全相反，我覺得呢班傳統派喺面對跨時代嘅創新時，犯咗嚴重嘅因果錯置錯誤，好似以前啲人用傳統零售業嘅估值模型去唱空亞馬遜，或者用傳統汽車產量去衡量特斯拉一模一樣。佢哋完全忽略咗 SpaceX 正在建構嘅全新商業邊界。從第一性原理去推導 SpaceX 嘅核心價值，早就唔係火箭發射呢項傳統業務啦，而係佢旗下星鏈對全球低軌衛星通訊網絡嘅絕對壟斷。更重要嘅係，星鏈正逐漸演變成 AI 同埋數據中心資本支出循環嘅底層太空基建。當傳統類別在衰退嘅時候，顛覆者正在鯨吞住未來嘅現金流。我哋睇翻好友嘅共識， SpaceX 今次上市原本預計募資750億美元，但係喺承銷商啟動超額配售權，額外發售咗8330萬股之後，最終總募資規模高達857億至862億美元。呢個係有史以嚟規模最大嘅上市項目，而且仲要處於極度供不應求嘅狀態。一班頂級大戶仲用腳投票，長期支持馬斯克嘅傳奇投資人羅恩巴倫喺上市期間再度加碼10億美元，持倉總額去到250億美元。
澳洲首富吉拿萊恩哈特同樣大舉買進超過10億美元。呢個數據反映出市場狂熱唔係單純由盲目嘅散戶推動，法人機構同埋家族辦公室正同步鎖定籌碼。SpaceX 嘅震撼上市，正式推動華爾街將科技股領頭羊嘅代名詞由以前嘅 Mac7 修改為 Mangos， 即係 Meta、Anthropic、Nvidia、Google、OpenAI 同埋 SpaceX。呢個唔單止係媒體嘅修辭遊戲，而係整個科技產業鏈由移動網際網路平台向 AI 傳盞福利與太空電力基建嘅底層躍遷。呢條科技福利證據鏈嘅第一個核心就係英偉達喺推理市場嘅絕對統治力。過去3年，市場共識一直堅信訓練好難，但係推理好容易，以為未來廉價嘅客製化 A 式晶片會輕易侵蝕英偉達嘅份額。然而實際數據完全擊碎咗呢個幻想。英偉達喺 AI 推理市場嘅市佔率由2025年第一季嘅66%一路狂飆到2026年4月份嘅74%。呢一班客製化晶片僅僅可以喺每塊晶片嘅價格呢一個單一折扣層面進行競爭，呢一個只係一次性嘅定價。而英偉達則憑藉生態系統、網絡系統以及架構喺每兆瓦產出嘅代碼標記數量呢個傳產福利層面贏得咗絕對勝利。證據鏈嘅第二個核心就係新興雲端運算嘅爆發性增長。隨住幾大模型巨頭大舉簽下數十吉瓦嘅電力合約，新興雲端基礎設施由2025年至2031年將會迎來高達58%嘅年複合增長率。數據中心同埋新興雲端服務嘅營收規模將會徹底改寫傳統軟件即服務嘅格局。呢個正正就係 SpaceX 市值突破2.5萬億美元背後最堅實嘅宏觀產業推動力。喺呢個大背景之下，英偉達相隔5年重返投資級別債券市場，將原先計劃嘅200億美元發債規模直接加碼到250億美元，而市場需求竟然高達850億美元，超額認購咗3倍。呢個舉動出乎好多投資人意料，因為截至4月底，英偉達手頭上現金同埋現金等價物高達132.37億美元，另外仲有共計673億美元嘅可出售債務同埋股本證券。第一財季收入達到816.15億美元，按年大幅升咗85%。數據中心收入亦都有752億美元。喺咁恐怖嘅現金流同埋資金儲備之下，點解仲要發債呢？用第二層次思維剖析，英偉達絕對唔係為咗應付當前嘅資本開支，佢係想利用當前美債殖利率下行嘅罕見窗口，為公司嘅信貸成本建立一個具備極高流動性嘅基準，進一步拉低未來嘅融資息差。英偉達正在利用自己嘅壟斷地位，喺資本市場上面築起防禦對手嘅金融護城河，呢招真係非常高明。從周一美股嘅成分股熱力圖嚟睇，地緣政治降溫同埋油價重挫，直接導致能源巨頭集體失血。埃克森美孚大幅收跌4.14%，雪佛龍同步下挫。不過呢部分溢出嚟嘅資金立刻流入咗因成本下降而基本面反轉嘅航空同埋郵輪板塊，美國航空、達美航空以及聯合航空暴漲4%至6%，皇家加勒比郵輪更抽高7%。放眼全球宏觀視野，風險資產比特幣大彈4.58%至66,900美元，展現出中東停戰之後嘅極端貪婪情緒。然而最值得我哋警惕嘅異常現象發生喺黃金市場，喺避險情緒因地緣政治和解而理應消退嘅背景下，現貨金價周一竟然逆勢抽升2.26%，高見每盎司4300美元。數據顯示，全球黃金基金正面臨連續第4週嘅資金流出，4週平均流出額高達20億美元。最大嘅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喺今個月流出22億美元。呢一種資金瘋狂流出，價格卻被強行推高嘅極端背離，強烈暗示黃金市場內部已經積聚咗極其恐怖嘅淡倉，夾淡倉嘅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任何地緣政治嘅細微反彈都隨時可能引爆金價嘅二次噴射。簡單嚟講，呢場由霍爾木茲海峽開放引發嘅連鎖反應，表面上係通脹警報嘅解除，但部分原因其實係一場殘酷嘅全球流動性再分配。目前北美投資者嘅股權配置比例已經高達60%嘅歷史高位。SpaceX 嘅上市神話同埋英偉達嘅發債融資，正將資金源源不斷咁吸入新興編製嘅 Mangos 核心，等一班冇跟上呢班車嘅投資者產生深刻嘅錯失恐懼。喺呢個波動率被刻意壓低嘅金融市場入邊，真正嘅價值投資者必須喺群體瘋狂換馬、瘋狂追逐新故事嘅時候，保持絕對嘅冷靜，同埋為不遠處嘅均值回歸做好心理準備。好啦，今集嘅財經好談就到呢度，我係李浩然，我哋下一集再見。